别关注蛋神了，关注我，我是肉神，一年吃40只羊。作为一个内蒙古人，冬天必须来一盘绝种羊。先来拿我老爷的相机照搬在院子里。等雪化了就能吃了。雪花都有点少了，再来点鲜挤牛奶。去年过年的火锅底料还有点。浓浓的奶香味，火锅底料放里边。哇塞，今年冬天的雪好脆呀，像白砂糖。看看我自己调的灵魂小蘸料。来一杯我的奶茶。干杯！今年冬天怎么这么暖和呀？感觉这天气热的都能穿半袖了。自制的灵魂蘸料。直接来一口。好了，来喝奶茶。